较熟的吼，敢若会啥导演也有啊，编剧嘛有嘛吼，啊，搁处理一寡即个绘本，对无吼？嘿，真即个罕见的即个多才多艺一个少年家吼。啊，其实呢，我想讲借这个机会嘛，介绍两本绘本啦吼，一本就是咱即个李港特台语文教基金会最近吼出版的即个高雄日日版吼，即本绘本吼。啊，另外一本是咱即个场地吼，咱即个场地是迄个罗里亚剧团吼的即个因的团队所编的一出台语故事剧场吼，即个故事足久以前的一个安排吼，的即个剧有出绘本啦吼，来甲伊的想法吼，即个台湾史即个物件，台湾史有真侪物件咱讲啦吼，伊是用啥物款的想法甲即个方式吼，要去透过影像来讲台湾的故事吼，咱欢迎即个新吴新吴。大家好，先介绍阮公司号做世界，有人讲流卵，有人讲世界卵瘤，拢有对。当初我会号即个名是我较早我本身是学艺剧，尾来去读电影研究所，伫差不多3年前，我迄阵开公司，开公司迄阵就咧想讲吼，因为我家己拢较喜欢做一寡议题，台湾史的部分。迄阵到底要号一个啥物款的名，互人足简单就记得你。所以迄阵想真久，想着讲吼，因为其实世界若甲伊当做是一种形容词，这其实是小可是日本的文化甲台湾的文化，尤其迄个我想讲我细汉吼，常常拢会听师傅甲我讲吼，即个物件有一摆世界版，即个物件有够俗，世界俗。所以我想讲吼，世界软了，可能是一种。上柔软的意思，一种较咱徛较远、较客观、较大度的迄种方式。所以就号一个，想讲吼，若用这种文法，用这种方式来去讲吼，咱可能一般人听着吼，嘛用甲是讲一间公司到底是咧卖卫生纸，还是咧做啥物？所以这个物件会互大家有印象。所以我即阵号就想讲吼，即个名上好，就用即个名。到即马为止，其实嘛做侪公司毋知我创拢会颠倒会搁进一步。你到底是恁是有做啥？对所以我感觉伊是一个出奇的对。我就是想讲要拢咧做一寡人讲台湾边的物件。我本身目前咧做的，主要有迄个电视剧、甲网络剧，嘛有做迄个动画特效的部分安尼。即马开始对今年开始，我原来有做。迄个漫画，因为对我来讲吼，我较袂去定位讲家己，你到底是一个拍片的人，还是你是一个做节目的人，还是你是一个做漫画的人？因为对我来讲，影像只是一种工具，对我只是用安尼的工具去推展我家己想要去甲咱讲社会沟通啦。你想要去推广啥物款的价值，要去甲人讲一个安怎的理念。所以，迄是一个暂时的工具，对我来讲，因为大家嘛可能拢有感觉，其实可能10几单后，可能电影一点仔拢无重要啊。到时阵你的话语方式其实拢无共款，所以我感觉我家己嘛无想要像较早的人，可能讲我这世人一定要拍电影，一定要做啥物，迄种较家己的迄种创作迄种欲望吼，其实对我家己来讲是，我比较较无一部分，我较想要去推动啥代志，对。所以，阮当然伫这个当中，阮需要去学习一寡商业的语言，用商业的包装的方式来做安尼的创作。比如讲，迄个头拄仔老师有讲着迄个妖怪人间，这可能用台语念会怪怪，因为其实伊是公共电视的迄个伊毋是台语台，伊是公共电视的主频道。以前伊想要做一个，伊看到迄个韩国的迄个与神同行啦。所以想讲要做一个台湾的，咱家己本土的故事。迄阵我去看迄个咱台湾吼，足侪，其实这几档较开始，拢有一寡咧讲妖怪的迄个部分。我咧看遮个迄个册，
咧看，其实因的研究吼，拢建立伫咧台湾的主体性顶悬。我感觉这是一个足趣味的角度，所以我决定，阮就决定要用较早的一本册，叫做迄个《妖怪台湾》，用这本册来算讲是参考，因为伊内面的迄个一寡人物、一寡角色，其实我去甲迄个写这本册的人来开讲，发现讲，其实这嘛毋是伊去开发出来，这其实是一个真理，迄是一个公共财，迄是一个真理安尼尔。所以，阮就决定讲，甲遐个一寡角色的一寡迄个特性，用甲因迄个抽起来讲，比如讲，甲咱即摆的社会议题，怎样去做一个结合，咱即摆迄个环境的物件，人甲人之间即个族群免做伙生活的物件，就去做一个合作。所以做一个迄个公共电视第一届做一个奇幻剧，安尼叫做《妖怪人间》。今年佫包括讲像迄个，佫有一个迄个圣严法师，伊有一个动画纪录片叫做《本来面目》，这是今年有参加迄个金马纪录片比赛，但是因为因家迄种较用迄个咱台湾迄种类似像咱台湾迄种钢管车轮，就用用做野舞台，因为我迄阵仔想法是吼，咱台湾人其实。你做歹去甲人讲，你爱对方，但是你有法度去分享你喜欢的物件，歌啊啥物，我想要用迄种方式去诱近大家，甲大家注意安尼。所以我当想讲，若要做儿童节目，迄阵是想要做迄种节目，但是尾啦，因为一寡因的设定的关系，所以专做一个选秀节目，我发现嘛，看做趣味的。因为我其实伫迄个中间有学习到一件代志。就是我感觉即摆的囡仔台语其实比我较好，对。我甲我的差不多共缘的人比起来，其实我讲了比因较好，但是我感觉即摆的囡仔可能有一寡政策也好，时代的演变也好，咱开始咧重视咱家己母语也好，我感觉其实即摆的囡仔拢比我其实咱较老讲，爱怎来做一个公益倒转来即个节目，希望即个节目会当搁做。可能第二季、第三季落去安尼。搁来我介绍阮迄个明年差不多4月份会翕的一个网络剧，这个网络剧吼真特别，伊号做水下事务所。伊啥叫水下事务所？是我当初因为我主要也是拍戏为主。我迄阵仔咧想讲吼，咱一寡较迄个即马普遍的迄种戏剧。娱乐的方式其实拢是用中央的观点，甲一寡台北的观点，其实较无地方的观点。咱会当有啥物戏剧用地方的观点来看台湾，其实是做趣味的。所以我迄阵仔想了，我即个戏剧吼，伊的迄个主角是一个土地大师，佫毋是律师，伊是土地大师尔。伊即个人无完整的一寡学经历，但是非常会晓代志。这对我来讲，这可能才是台湾的一寡。人讲的迄个日常生活，迄种状态，所以阵也是讲哦，咱用一个戏剧来讲这个部分。伊甲伊咧交关的一寡客户拢是财团教的，可能对迄个中医看地方安怎交价，我感觉迄是一个趣味的物件。尾怎就咧四界行咧，算讲咧迄个田野调查安尼，怎去到台南，我去碰到一个迄个游泳池，游泳池做趣味，伊是迄个，伊是一个已经爬远去的游泳池。就是咱较早吼，咱问较早，咱即摆拢会听人咧讲吼，咧选举的时阵就讲，阮即区有游泳池，你敢有？你区若有免费的营养午餐，我才敢有，大家拢伫遐开支票，但是无人去想着讲，迄后壁的费用伫咧倒，所以选举选了了，迄个物件就等伫遐就爬上去。结果因遐选举选了了吼，因的迄个地方的首长起来就讲，你这活化，但是你无要算你要安怎活化，所以迄个所在叫用活化变做一个拿球场。伊本来是一个游泳池，但是伊变做一个篮球场，所以伊是爱你摸一下球落去会较拍的篮球场。我迄阵仔看迄个场景有够感觉有够行的那种代志，但是迄种荒谬、迄种感觉吼，已经互你去想着讲，迄就是一个台湾的迄种土地错置利用一种缩影伫遐。我感觉讲，即个戏剧一定爱做即个名，水下事务所。伊即个主角伫咧内面接一块仔伫遐，用一个事务所伫逐工伫遐敲代志。伊是一个水底下的世界的意思伊是第一集30分钟，
戏剧，会伫明年4月1。伊较特别就是讲吼，伊毋仅干那迄个网络中尔，伊伊可有一个漫画甲桌游做伙同时间做伙同名系列做伙推出，这是迄个漫画的部分。其实阮已经画了，但是阮咧想讲吼，即马先卖宣传，先卖曝光，因为阮到时阵会伫网络做募资做伙推出安尼。即个漫画吼，即马用文化的方式去甲办出来安尼。即个漫画吼，就是会去交代讲。头前迄个戏剧，迄个主角是安怎遮尔老俏代志。即个漫画算讲是迄个戏剧的前传，咱看即个放假，看到咱就知影讲，哦，原来迄个伊是安怎过来的，伊算讲是伊的前传安尼。当咱甲即个漫画甲即个戏剧拢看了后，后壁佫有一个桌游，桌游台语我就袂晓念啦。所以即个桌游吼是咧做吼。咱下多拢看过，咱已经看过讲，即个人是安怎生存啊，过来就换咱的体验嘛。所以，即个桌游算的，就是讲哦，咱每一个玩家，咱拢是议员，咱本身已经是议员啊。你会当经历的行业，看是你要做钱庄，还是你要做农业议会的系统，还是你要做公庙，还是你要做迄种咱讲算八大娱乐，还是要做土风拢会使。每一个人选一个家己的职业，咱就开始算讲有家己的派系，特别是选举啊。即马要去参加啥个派系，要去杀啥物议案，啥物人较会趁钱。所以算讲是一个暗黑版的大富翁迄种感觉，咱就咧比看啥有钱安尼，对。伊这是中间这张是我迄到时迄个桌游的迄个封面，对。伊这是我灵感是对迄个落水溪岸来的，就我家己的想象就是在怪兽伫遐你来看人美人看啊，伫遐倒位迄种感觉啊，对。所以我是希望用遮个规个系列的物件去推动。一个算讲是个地方学，我想要去塞一种文化，互大家开始去开箱家己的所在，会当对遮个物件开始会当算讲，互少年会当侃侃而谈，会当去讲家己身躯边遮个物件。因为我相信遮个物件，当咱会当多自然的去讲时阵，较早后即种方式趁钱的人，就愈来愈无法度安尼做啊。所以我感觉伊迄个不管是历史上还是讲道德上，拢有伊的意义，才知安尼。这是好。过来就是迄个台湾史的部分，因为阮这有另外佫出迄个，我家己兴趣是咧做台湾史，所以我另外有塞即个台湾史的漫画的部分。我今年第一波是会做迄个16事件、独台会案甲中立事件啊。这是16事件的样稿。目前已经出版，过来这是迄个独台会案，过来这是中立事件，以及着这个单串第医生的事件。这个计划目前第一波是做4本，第一波是做4本，过来阮会做。差不多1冬到冬半的时间，会出4本安尼，希望做一个做侪计划安尼。对。这个单传第医生含，因为大家可能较了解头前几个故事啦。这个故事较趣味的就是，因为我迄阵爱想讲吼，到底若做台湾史，爱做对一个部分，较会当代表性，爱怎去读到迄个单传第医生中华这个单传第医生的故事。看到讲哦，伊是一个算讲是台籍的日本兵嘛，迄阵去互派去东南亚做军医。迄阵因是去互送去迄个新加坡，按算要互遮个人死伫外口对啊。但是因遮个船驶到外南庄，去互美军甲迄个算讲空袭怎船停。迄阵死差不多一半个人，剩个人怎留伫越南。我看到迄个册哦，顶悬写讲伊参加迄个算讲因遐游击军啊。甲越南做伙去抵抗遮个迄个法国，怎去学着一寡战争的一寡经验，尾来人怎伊怎去摕着迄个一寡枪，尾来转来台湾，怎样家己一个游击军安尼，伫咧迄个台中的迄个2期部队了后，有一个组织，算台湾的最后一个。我怎想讲即个人若是遮厉害，是安台湾史进前对伊的研究遮尔少，是无人去讲伊。
我对这做好奇，我怎啊开时间去申请一个计划，研究伊算讲伊的生命史安尼，去访问伊的后代就对啊。我也知影讲，其实伊迄阵啊毋是参加游击军，迄阵啊是因为破病，你嘛无法度讲你要转来就转来，所以必须要留伫越南。啊，当然伊伫战场，你伫战场，你一定会去学着一寡生存的一寡本事，迄是一定的。对，啊嘛无迄种讲哦，你伫遐做一工课，所以人送你穿，其实嘛无存在这种代志，其实是家己去偷去穿。你为着要保护你家己嘛，你海上做者迄种海产的，你需要保护你家己，所以你需要去偷去爱穿倒来。啊，转来台湾吼，才甲咱迄阵啊台湾一寡迄种算讲武装组织落去用枪支换穿，双方落去交换，啊怎有家己一个组织。啊，尾啊吼，因为伊迄阵啊，算讲伊的组织解散了，伊去互国民党掠着，爱怎伊有投降？对，啊，因为投降了，通常你做过组织一定去互清散，但是伊去互掠着了，去互半当换尔，伊爱过会放放出来，因为迄阵啊，甲伊会去甲交保的人是伊的迄个台中一中的同学，就是谢东闵，对，所以伊迄阵啊，就变做伊的处理甲无共款，对，啊，所以尾啊，人讲有迄个人讲迄种特务甲伊监视一世人，其实我落去做调查，其实毋是甲监视一世人，其实即个特务是咧保护因兜的人，因为即个特务尾啊带伊的迄个算查孙啊，对，啊伊的后代原来拢伫咧美国读册做生意。所以我感觉迄是一个足趣味，台湾的历史内面是一种人讲足优美、足巧妙的一种所在。其实毋是咱足直观的去看，讲哦，你这个台派，你着讲派了，其实有一侪即种小人物的故事。我感觉伫伊的身躯颠倒有法度做客观的去讨论。咱莫着去推销讲哦，台独着爱安怎你种观念，因为伫迄个时代其实无台独的基础，所以你要讲伊是台派。伊迄阵啊嘛无台独的基础，你要讲伊是统派，伊嘛绝对无去参加迄阵啊人讲台共迄个部队，伊无去加入迄个系统，所以伊到底是对一类？对我来讲，伊是一个做热心，啊，做想要参加迄种会去插一寡公众事务，啊会去替别人去争取物件的一个人，只是伊活过迄个时代，会去经历遐物件安尼，所以我感觉伊是一个。真好的题材，当互大家搁重新来讨论这个，所以我去做这个单算第一性的故事啊。对，大家较多听到一寡，不管是节目，不管是戏剧，不管是放假，大概会知影讲，阮大概咧做的是啥物款的迄个产品安尼。啊，因为我做的物件吼是。伫即摆的市场顶悬，其实伊每一项物件，大概拢是因为我想要做去做的，颠倒毋是讲因为即个物件已经足好做，所以我较去做。所以其实我要推广即个物件，伫某一部分对我来讲，其实我拢有受着一寡影响。其实你要爱即个物件，其实你的商业性可能有小可会去妨碍着啦。所以其实你嘛爱找方式去甲即个物件做一个更加有效的推广。啊，昨仔有一寡迄个做社群的朋友哦，伊专甲我讲，伊即摆大家拢咧算讲伫社群顶悬咧做工，因着甲我讲吼，啊你要做的物件拢较特别，你是安怎袂去做家己一个社群，去推广你家己卖的物件。你以后就甲你的一寡粉丝拢留伫你的社群顶悬，你以后伫顶悬下讲就对啦。你毋免逐项物件拢重新来过，重新咧找消费者伫咧做。所以我感觉伊讲了真有道理。所以我对今年即摆目前嘛，当咧筹备要去做一个社会师。啊，当然，因为我会去做社会师，是因为社会师这三字其实是胡德强咧讲的话，你要插社会师吼，其实有一个趣味伫咧。啊嘛，因为讲其实即摆即种网络咧讲台湾史的社会，其实已经有啊，比如讲像迄个故事 story， 因就是咧做这啊，但是因咧做的是较算讲人咧讲大历史的物件，但是我想要做的是小历史。是一寡较长命、较庶民的物件，我是想要做这方面的物件。啊，我目前的这个社群呢，伊会有网络的文章，甲迄落人即摆开始咧流行，搁流行转来 podcast 这种方式落去进行。啊，我开发的故事目前大概分三，我算是较初步分三个方向，一个是台湾史的部分，
台湾史的部分，因为你对台湾史的故事你开发了后，到伊要去进行做一个戏剧，其实是一个足长的过程。因为你要做这个戏剧，迄是一个爱去算讲爱回应一个足大的商业压力啦，其实是真困难。所以阮想要先用网家的方式，先互伊做一个基础的文本啦。若算讲过来这个庶民文化甲社会犯罪史这个部分，是爱经这两项。其实我家己是想要用第2项甲第3项来甲关心台湾历史的族群，甲算啊拍开啦，包括较侪人来关心这个代志。所以你必须要用一撮较柔软、较趣味的方式来讲台湾历史。庶民文化的部分哦，目前我咧当咧筹备的是一个新的节目，叫做一碗江湖。是叫做一碗江湖，其实是咧讲餐饮文化，用食食的文化。但是这个节目毋是咧讲台湾的物件偌好食，这个节目是想要甲大家讲台湾是安怎爱安尼食，咱是安怎是安尼的食材，咱是安怎会用安尼的迄个标味的方式，是啥物人影响咱的？伊是一个餐桌上的台湾史的这种概念。我想要透过这个文化，用食，互大家来了解台湾是安怎。咱绝对互人无共款。所以伊用这种方式来做包装。除了这节目了后，后壁这拢算是衍生产品，头前这是文本。像庶民文化，还有真侪部分，比如讲内面会当讨论讲，比如讲全世界拢有人是安怎台湾人去发明钓鱼牌，这嘛是趣味的啊。台湾是安怎大分鸟，台湾是安怎有钓虾场，台湾的泡沫红茶这种文化是安怎和欧洲的文化，和台湾的经济起飞拢有关系。对，我感觉迄是一个足趣味的，这种人较早咧讲这种，算讲是冷知识这种物件，但是这是即马大家拢想要了解的部分，因为大家会当对这物件去算讲导出一个台湾的模样安尼。若迄种社会犯罪史的部分是安怎会做这个题目？因为对我来讲，台湾的历史内面会当直接甲伊拍做影上商业的部分，就是这个部分。像咱会去看美国、去看欧洲遐影集，去看人个安怎抢银行，安怎去伫咧做一寡啥物犯罪的物件。因为这个物件咱其实拢免了解，拢免做过功课。咱看了后，去入了后，咱家己自然就去看因的国家文化是安怎形成的。所以我想要翕一个安尼的影集，互国外的人、甲台湾的人来看台湾遮个代志。其实我后壁想要包装的是台湾的规个社会变迁一个迄个较黑暗的迄个部分。我其实是透过这个方法咧，互人看台湾的社会的迄个规个状态安尼。所以这是我目前咧努力的一个成分。好，我等下会放迄个阮过去做一撮影片。甲大家做一个交流。要求应该差不多7分钟的一个剪辑带。这次任务不能有任何差错。妖怪，出去！这是一个桌游做高雄大空袭，伊是想要用一种游戏的方式来互少年了解，甲历史的问题偷渡伫咧内面。了解讲，其实上早咧空袭台湾的是美国人，就伊是要反转这个国民党的这种史观啊。迄阵阮就是参与做这个计划，为这个桌游做一个算讲伊的动画 MV 安尼。
这是阮这两天来一寡品来